係2026年8月17號星期一，我係張靜欣 Anita， 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專題。8月15號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81週年當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雖然未親身前往靖國神社，但卻以自民黨總裁身份自費繳交玉串料，即係祭祀費，並喺抵達官方追悼儀式會場時，向靖國神社方向搖拜。同日，亦有多名嘅國員同埋跨黨派議員親赴靖國神社參拜。此舉引發咗中國同埋南韓等鄰國強烈抗議同譴責。高市早苗喺8月15號全國戰沒者追悼儀式上演說，致辭中雖然表示絕不能讓戰爭慘劇重演，但佢完全冇使用反省、道歉或者對亞洲鄰國嘅加害責任等字眼，呢個打破咗前首相石破茂及歷屆溫和派首相嘅歷史表述慣例，被批評係歷史立場重大倒退。喺同場儀式上，德仁天皇喺致辭時延續咗深刻反省嘅措辭，並且殷切期盼不要再有戰爭慘禍。高市早苗作為政府首腦，佢嘅強硬右翼政治措辭同天皇渴望和平、正視歷史嘅態度形成強烈嘅反差，令到外界質疑日本政府嘅和平誠意。高市早苗等日本極右翼政治人物要帶領日本重回軍國主義嘅野心，再次展現喺世人眼前。8月15號當日，高市早苗雖然未有親身到靖國神社參拜，但高市早苗政府共有4名內閣成員以及多位自民黨高層、跨黨派國會議員親自前往參拜。國員由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帶領，然後有沖繩及北方對策擔當大臣黃川田仁志、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以及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成內實。自民黨高層就有幹事長鈴木俊一，佢仲代表首相高市早苗遞交祭祀費。另外有總務會長有川智子、選舉對策委員長西村康稔，多名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嘅團體，亦喺同日進行咗集體參拜。作為掌控日本自衛隊嘅國防首長，小泉進次郎嘅參拜最受國際關注。喺上午7點過後完成參拜後，面對大批守候嘅媒體提問，小泉進次郎全程緊閉雙唇，未發表任何現場講話，隨即直接搭車離開現場。隨後佢喺個人社交平台上發文，試圖為自己嘅行為辯解。佢寫道：自2009年當選國會議員以嚟，每年都會參拜靖國神社，向為國捐軀嘅人致敬。同時，佢亦刻意強調自己會繼續履行使日本走上和平道路嘅責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成內實接受媒體訪問時，極力將參拜行為包裝成對和平嘅追求。佢話：我再次強烈感受到絕不能讓戰爭嘅慘禍重演嘅和平誓言與決心，亦希望能借此表達呢份心意。佢試圖用不再戰嘅措辭嚟淡化中韓等鄰國對其美化侵略嘅質疑。黃川田仁志嘅發言則比較偏向日本右派嘅傳統祭祀論調。佢向媒體表示，自己前嚟係為咗為國戰鬥且捐軀嘅英靈表示哀悼嘅誠心，並祈求冥福。對於呢幾位大臣一邊參拜一邊口稱和平嘅言論，國際社會並不買賬。中國外交部與國防部隨即點名斥責，指出無論日本政客編造何種理由同歷史說辭，防衛大臣等人嘅參拜，本質上都係到為戰反翻案，其真實企圖係歪曲歷史事實，並為高市早苗政府加速再軍事化鋪路。我哋先睇睇日本政府官員喺戰敗投降紀念日中參拜嘅係點樣嘅所謂英靈。靖國神社目前供奉咗1068名被民軍法庭定罪嘅二戰戰犯，其中最引發國際社會同埋鄰國強烈憤怒嘅係14名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即係所謂嘅東京審裁中被定罪為發動侵略戰爭罪魁禍首嘅甲級戰犯。靖國神社原本係祭祀明治維新以嚟為國捐軀嘅軍人，但自從1978年將呢14名甲級戰犯以超和殉難者嘅身份合治後，性質就徹底改變啦。鄰國認為參拜神社就等於認同並美化呢啲戰犯嘅侵略罪行。自1978年合治甲級戰犯嘅消息曝光之後，極度重視和平嘅昭和天皇對此表示強烈不滿，自此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後嚟嘅明仁天皇同埋現任嘅德仁天皇都延續咗呢一個做法，從未前往參拜。除咗供奉嘅14名甲級戰犯之外，靖國神社內同樣供奉咗2000多名乙級、丙級戰犯，佢哋係直接執行屠殺、虐待俘虜嘅罪犯。高市早苗政府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唔單止引起國際不滿，甚至連國內都發出咗唔少批評聲音。輿論對高市早苗政府喺所謂終戰紀念日嘅參拜行為展開咗嚴厲批評。日本國內嘅進步派學者、歷史學家及民間和平團體、各大高校名譽教授對此都表示咗高度警惕。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揭揭口公開批評右翼政客喺8月15號參拜靖國神社，完全係出於拉攏保守派選民、鞏固自身政治利益嘅私利考量。各界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呢次喺參拜安排上採取咗兩面手法，但依然露出咗破綻。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等專家觀察到，雖然高市本人只喺遠處搖拜，但輿論嘅實質怒火集中喺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身上。一個掌管自衛隊嘅國防首長選喺戰敗日參拜，釋放咗極其危險嘅軍事信號。喺日本國內法層面，呢場參拜亦都再次引發咗法律爭議。批評者指出，高市早苗雖以自民黨總裁身份自費奉納祭祀費，但佢與多名內閣閣員嘅身份本身就代表住國家公權力，喺公共追悼日進行帶有強烈神道教色彩嘅祭拜同搖拜，被指再次跨越咗日本憲法中政教分離嘅敏感紅線，嚴重損害咗戰後日本民主憲政嘅根基。多家日媒指出，高市早苗刻意打破前首相石破茂喺2025年重新恢復使用嘅反省傳統，徹底重返安倍路線。輿論普遍擔心呢個係為未來嘅軍事擴張同修改和平憲法進行右翼思想鋪路。日本每日新聞社論直接指出，高市早苗喺政府追悼儀式上隻字不提日本當年嘅侵略歷史，更徹底抹去咗反省同不戰誓言等關鍵表述。同批如果唔能夠正視戰爭教訓，日本作為和平國家嘅國際信譽將受到根本性損害。朝日新聞社論則將矛頭直指親自前往參拜嘅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朝日新聞強調，靖國神社喺戰前係國家神道嘅核心設施，與軍國主義緊密相連，曾係動員國民參與侵略戰爭嘅工具。作為統率自衛隊嘅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參拜靖國神社，尤其值得國際社會警惕。即使係立場相對偏向保守嘅日本媒體，例如讀賣新聞等，喺報導上亦都透露出某種擔憂。雖然呢類媒體較多立足於日本國內政治視角，但亦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喺消費稅、減稅法案、內閣改組等國內施政上已面臨巨大阻礙。喺呢種情況下，政府喺815外交極度敏感嘅時刻四處點火，引嚟周邊國家集體強烈抗議，被指係極其不智嘅政治豪賭。分析指出，高市早苗雖然喺表面上面因為顧及目前同南韓和睦關係而採取嘅搖拜，但傳媒及專家認為高市嘅本質並未改變。自民黨高層嘅大規模參拜，實際上係意在顧及國內保守派，並為高市今後親自參拜營造政治環境。而
然呢一種刻意刺激同埋煽動鄰國嘅行為，對日本國家嘅利益同埋安全保障有百害而無一利。甚至日本國內一啲抱持對抗思維嘅保守派及外交專家都公開哀嘆，高市四處點火嘅強硬作風，大大壓縮咗日本未來嘅政策選項同埋外交斡旋空間，將日本逼入咗安全嘅死角啊！高市早苗上台短短時間，佢嘅強硬挑釁嘅政策同埋言論，唔單止係惹怒中國，亦都同時遭到南韓、俄羅斯、北韓等周邊國家集體強烈批評，製造出外交全面被動嘅局面，喺日本歷任首相中係實屬罕見㗎。對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喺8月15號嘅舉動，南韓政府、朝野政黨以及北韓官方均表達咗極其強烈嘅憤怒與譴責。雖然高市早苗本人採取搖擺，意圖模糊焦點，但其政府多位閣員，特別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與自民黨高層嘅大規模參拜，仍激起咗朝鮮半島兩國一致嘅嚴厲抨擊。南韓正值光復節紀念日，日方嘅舉動被視為對南韓國家歷史同人民感情嘅嚴重挑釁。南韓外交部以發言人名義發表評論，對日本負有責任嘅領導階層人士再度向美化侵略戰爭、合自戰犯嘅靖國神社供奉祭品同進行參拜，深感遺憾與痛心。南韓強烈敦促日本領導階層必須正視歷史，以實際行動展現對歷史嘅虛心反思同真誠反省，並強調呢個係兩國建立互信同未來關係嘅基石。南韓國防部國際政策官金學朝緊急召見咗日本駐韓防衛駐在官長吉武史，就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執意參拜靖國神社一事，當面提出強烈抗議與深切關切。南韓軍方代表向日本武官明確指出，小泉進次郎作為掌管日本防衛力量嘅最高首長，其參拜行為公然違背咗韓日兩國喺正視歷史嘅前提下，致力建立以信任為基礎、面向未來關係嘅努力。執政黨發表咗強硬嘅書面聲明，直指高市內閣與執政自民黨一意孤行、沆瀣一氣。聲明痛批呢場大規模參拜係喺度否認戰爭罪行同戰敗歷史，完全係違背時代潮流嘅挑釁，以及極其不負責任嘅行為。北韓官方一貫對日本右翼動向持最嚴厲嘅對抗立場，其官方媒體如朝中社等同軍方對高市政府嘅行為展開咗猛烈炮轟。北韓怒斥高市早苗政府喺大臣參拜與歷史演說中徹底抹去反省字眼，係企圖為大東亞共榮圈嘅罪惡歷史翻案。北韓官方指出，掌控自衛隊嘅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親自參拜，釋放咗極其危險嘅信號。北韓痛批高市政府近年不斷加碼防衛預算，企圖修改和平憲法。呢一場參拜本質上係喺度為侵略歷史招款，並為日本未來嘅海外軍事擴張作思想動員。北韓官方評論嘲諷高市早苗本人搖擺放任下屬參拜嘅行為係掩耳盜鈴嘅卑劣政治算計，完全無法掩蓋其內閣頑固嘅軍國主義本質。一向反日嘅南韓，或許對美國嘅反應有所忌憚，因此無論點樣不滿都好，對高市早苗政府仍然處於口頭抗議嘅階段，未有進一步嘅行動去表達抗議。然，中俄兩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亞洲同埋歐洲戰場嘅戰勝國主體，喺戰爭中係付出咗極其慘重嘅傷亡代價。兩國對高市政府嘅反應當然就激烈得多。中俄兩國近年高度強調兩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主要戰勝國嘅共同歷史記憶。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嘅修正同埋淡化，直接係踩中咗中俄維護自身戰後國際地位同埋歷史正義嘅紅線。
中俄兩國之所以對高市早苗政府嘅815動向展現出極度敏感，且採取近年罕見嘅聯合軍事反制，原因係在於呢個已經唔再係單純一場嘅歷史文化爭議，而係直接觸及咗戰後國際秩序嘅底線，當前地緣戰略博弈以及領土安全嘅核心利益。8月13日，二戰投降紀念日前夕，中國駐日大使吳江浩同俄羅斯駐日大使諾茲德列夫罕見地發表聯合署名文章《中國與俄羅斯攜手邁上新高度》。文章向高市早苗政府發出強烈警告，強調中俄兩國人民共同鑄就嘅二戰勝利，奠定咗戰後國際秩序嘅堅實基礎。中俄雙方一貫堅決反對一切歪曲否定二戰勝利成果、為法西斯同軍國主義翻案招魂嘅行徑，嚴厲駁斥各類歷史修正主義言行。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及駐日大使館喺8月15號當日對高市早苗政府連發重炮。中方直斥高市早苗雖然本人冇去，但採取以自民黨總裁名義自費奉納祭祀費，並進行遙拜，本質上依然係對歷史侵略源頭嘅認同。呢套兩面手法係掩耳盜鈴。中國國防部特別點名批評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等人嘅參拜行為，指出一個掌管自衛隊嘅國防首長喺戰敗日拜鬼，反映出日本政府試圖歪曲歷史事實，其真實企圖係為高市內閣近期加速再軍事化同推動修憲擴軍鋪路。俄羅斯總統普京於8月13號首度登上俄日爭議領土南千島群島，即係日本稱為北方四島嘅澤竹島視察。面對高市早苗政府提出嘅強烈抗議，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強硬回擊，稱日本嘅抗議絕對無法容忍，重申呢啲島嶼係俄羅斯基於二戰結果不可分割嘅合法領土。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則公開警告，任何日本政客如果唔承認呢啲島嶼係俄羅斯領土，其妄想將會面臨恐怖嘅後果。8月15號前後，中俄兩國軍方喺歷史防線上完全收緊，直接用軍事力量對日本右翼勢力進行強烈震懾。兩國軍隊喺日本周邊海域同空域持續進行密集嘅聯合演習與戰略巡航，其中包括咗海軍艦艇編隊及空軍戰略轟炸機，以實際嘅軍事部署對高市早苗政府嘅新型軍國主義苗頭施加巨大壓力。高市早苗政府正係睇準咗美方嘅戰略需求，藉住台灣有事或者中俄威脅等理由，順理成章咁樣大幅加碼防衛預算，發展遠程進攻能力，掏空和平憲法。對右翼而言，如果唔洗白過去罪人嘅身份，日本就無法喺國際上面成為一個擁有軍隊同埋交戰權嘅所謂正常國家。高市早苗政府唔肯真誠反省，並極力謀求軍事擴張，並非單純因為健忘啊。呢個只係國內民粹主義嘅政治需要，以及美國出於自身地緣私利對其縱容共同導致嘅必然結果。呢種歷史修正主義走向，亦都係正正將日本推向危險嘅邊緣。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多謝觀賞。大家離開之前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同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